个字，你受伤了后，伊会变做啥？伊会变做啥？伊会变做乌乌的。你这是想要扛，你看，哦就是哇，安怎？会健屁，哈，屁哦，你讲干屁，跟屁哇，对，大声真的是哦。哎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你在边仔去边仔一个地方，所在，银行，快点，啊，对哇，厉害厉害哦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你会使说的，会使说诶，你讲，你讲远，你讲好两个字，你讲，出溜龙，会飞起来，会飞起来，千秋，哎，对，成秋掉，哦，几个字？大声讲啊！塞你，这个唔知 pass，哎，啊，一 pass 哦，啊，水管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第一个度的小朋友直接甲答案讲出来。对呀，袂歹哦，直接甲答案讲出来哦。厉害呢，第一个拄到呢。我无注意，你无注意到哦，滚水管，我想讲水水算得来呀。